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10月26号。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经文是诗篇119篇41到48节，民数记33章38到39节，雅各书第2章第8节到第13节。今仔日的主题是疼人亲像家己。咱伫昨主日的信息的中间，咱讲到保罗甲西拉因写批互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伫迄内底伊摕到家己的呼召，是受到上帝的托付。伊强调家己所传的是正统，因为伊讲伊去互上帝验验过。伊讲明家己所质疑的，只不过是上帝的欢喜，毋是要追求人的欢喜。伊所追求的是尽伊全部的力，咱讲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听主你的上帝安尼。所以讲，伊尽全力传上帝的福音，毋是因为着安尼惊死贪生。来互人欢喜尔定。保罗伫帖撒罗尼迦即个教会的批信的中间，伫即个前书第1章第4节，伊提到讲，因为上帝是疼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所以将即个福音来互因。伊伫第2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第8节，伊也强调家己是因为疼，愿意来勇敢向前，毋惊困难，毋惊威胁，毋惊迫害，将即个福音传互帖撒罗尼迦教会兄弟姊妹。是啦，基督徒传福音的目的到底是啥物？真侪时阵，咱听真侪人咧讨论讲，我邀请过有偌侪人来教会，或者是讲我伫教会内底做过几若队、偌侪队的媒人，或者是讲我替偌侪人洗过礼，或者是讲建堂的成果，迄种的成就、荣耀感。其实。咱伫教会的即个服侍，也是讲伫疼人的工作顶关系，因为上帝真疼咱，甚至搁较疼遐会枵袂捌伊的人，因为咱安尼，咱愿意凭着咱疼上帝的心来热切将福音传互人嘛。保罗捌安尼甲即个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讲，伊讲。对啦，我可能也捌甲司提法甲因一家洗过礼，其他佫有甲啥物人洗礼无？我袂记一啦吼。这是伫哥林多前书第1章16节的时阵写的。佫接续落去进一步伫17节、18节，保罗安尼讲，基督差遣我，毋是为着施洗。是要爱我传福音，无用过即个智慧的言论，免得基督伫十字架失去迄个效力。基督死伫十字架的信息伫遐，惊要无人来看是愚妄的。对咱这得到救的人来讲，却是上帝的大快乐。即个福音的大快乐是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是因为上帝大疼痛所成就的，这也是保罗所得到的呼召，也是咱今仔日基督徒的呼召。咱真侪时阵咧讲到疼人亲像家己，好若亲像是伫新约内底才有的，其实毋是啦吼。虽然是新的诫命内底提到，咱来看迄个马可福音的记载。新的诫命有小可无共款的角度咧切入。伊讲第二
是你着爱疼厝边，亲像疼家己。后壁迄句话真重要，伊讲无阁有其他的界名比这会较重要啊。无阁有比疼人的即个疼人亲像家己的界名较重要的界名啊。所以意思就是讲，其他的界名拢伫即个疼人亲像家己的界名内底。为什么？咱安尼简单来讲，就是讲，如果咱是真心疼人，亲像家己，就袂去杀人。咱是圣经有去讲着吼。咱也袂去偷窃，这是伫10条诫内底咧讲的这物件。咱也袂去犯奸淫，袂去贪爱别人的物件，因为这是真心来疼上帝的一个性命表现。疼人亲像家己是耶稣基督互基督徒的界名，但事实上并毋是新的。咱拄则已经开始咧讲这个概念，这是伫旧约的界名。利未记19章18节，牧师的硕士论文是用这段经文做基础。伊咧讲你毋通报仇，也毋通埋怨本国的同胞，着爱疼家己亲像厝边疼亲像咧疼家己共款。我是上帝，非常明白，这个疼厝边亲像家己是上帝的命令，是基督再次的提醒，是基督徒的界名，嘛是基督徒的呼召。当然，这要真做今仔日的教会的一个使命甲思考。安尼用即种的疼来疼教会的厝边，所以咱都爱想看卖教会厝边到底是啥物人？可能伫台湾有真侪伫咱的厝边拢毋是信主的人，毋是教会的人，所以有可能住伫咱教会周边的人，嘛是遐个咱的会友、咱的兄弟姊妹。因周边的厝边，因所接触的朋友，因的同事，因的亲人，还袂捌主的人。如果咱是真心来疼因，毋通袂记去将这个福音来传互因，至少爱将因介绍互上帝。意思就是讲，爱为着因提名，为着因得救来祈祷。这是咱伫实际上会通做，会疼人亲像家己。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10月26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119篇41到48节，民数记第33章38到39节。雅各书第2章8到13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爱人如己。我们昨天在主日的信息里面谈到了保罗写给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里，他提到了自己的呼召，他受了上帝的托付，他强调呢自己所传的是一个正统，他也说明了自己所在意的是上帝的喜欢，而不是人的喜欢。他追求的是如同新的诫命里面所说的，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上帝，这样子的一个尽全力传上帝福音的一种生命态度，而不是因为贪生而去取悦人的一种做法。帖撒罗尼迦的书信里面，他提到了他在加拉太的事情哈，当然他也提到了他在腓立比教会传福音的时候所受到的一个迫害。保罗他非常明白的，他清楚的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
在1章第4节里面说到，因为上帝爱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所以将福音就赐给他们了。那在第2章第8节，保罗自己强调了自己是因为爱他们，所以愿意勇敢向前。他不怕前面有困难，他不怕有威胁、有迫害，而勇敢的将福音传给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虽然他在腓立比教会受到这样的破坏，这样的经验并没有让他被打倒。是的，就像保罗一样，传福音是基督徒的目的啦。那到底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我们时常听到一些人说啊，我这一辈子邀请多少人到教会来呀，或是说我们也听人家说我在教会里面当了多少对的媒人呐，或是说我帮多少人洗礼呀，甚至有一些时候我们听到夸口，或是说将这个礼拜堂的建筑的成果变成一个自己的荣耀等等的这一些，或是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是因为上帝甚爱我们，更甚爱那一些还不认识他的人们，因此我们必须凭借着爱上帝的心而愿意将福音热切的将福音传给他们呢。这是让我们思考的一件事情了哈。保罗曾经这样提到关于洗礼的事情，他说：“对了，我也给司提法和他的家的人施洗过，此外还给谁施洗没有，我倒记不清了。”这是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16节。保罗进一步这样子说到，他说：“基督差遣我不是为了施洗，而是要我传福音，不是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上的死失去了效力。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信息，在那一些走向灭亡的人看来是愚拙的，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来说却是上帝的大能。这福音的大能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是因为上帝的大爱所成就的。这个福音的大能也是保罗所得到的呼召，这个也要成为今天基督徒的呼召。爱人如己是在新约里面才出现吗？它虽然是在新的诫命里面我们比较熟悉，那事实上它并不是一个新的诫命。我们先来看马可福音12章第31节，它记载这个新的诫命比较不一样的角度。他说你要爱邻舍像爱自己一样，后面那一句他说没有其他的诫命比这更重要了，没有其他的诫命比爱邻舍像爱自己一样重要。是说其他的都是多余的吗？其实他是在重新诠释所谓的爱人的重要性。我们这样子去思考好了，我并不是要讲说其他的诫命不重要，都非常重要。可是为什么他这样说呢？因为如果说我们是一位有真心去爱人如己的人的话，我们就不会杀人。今天的经文里面有提到雅各书里面，那我们也不会去偷窃，十诫里面讲的很多不可怎样，不可怎样，不可怎样。对，我们也因为真心的爱人，我们就不会去犯奸淫。我们真心的爱人如己，我们就不会贪爱别人的东西。因为什么呀？照新的诫命说的，如果我们真心的爱人如己，就是我们真心爱上帝的表现。这个爱人如己是耶稣基督给基督徒的诫命，但事实上并不是新的，
在旧约的诫命是这样子，《生命记》有提到，牧师举利未记19章18节，这是牧师硕士论文所引用的圣经基础的一个论述。他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本国的同胞，要爱自己的邻人，像爱自己一样。我是上主。非常明白的，这个是爱邻舍如同自己是上帝的命令，是基督再一次对我们的提醒，是基督徒的诫命，也是我们的呼召。当然，这个必要成为今日教会的使命。我们用这样的爱来爱教会的邻舍，想一想，教会的邻舍是谁？可能是住在教会周边的人，那有哪些人呢？那可能我们说有台湾人，有讲华语的，有其他，我们都可以去想了哈，去观察各教会的，或是会有的邻舍，就是说他们所接触的朋友，他们的同事，他们的亲人。我们若是真心爱他们，就不要忘记将福音传给他们，像保罗一样。至少，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邀很多人来，至少我们把他们介绍给上帝吧。牧师的意思是说，要提名为他们的得救而祷告。这是我们在做，可以非常实际的去做爱人如己的工作。